继续要来讲金门的大打岛，会当讲是前线中的前线。只要捌伫遐做过兵，总是有讲袂完的故事。啊，大打岛就为今仔日开始开放观光，也毋过一天只有150个名额。前进组织出。对可能操练6000xuất，可能无遐敏捷啊，也毋过热血原在。50当前伫大嶝岛做兵的因，嘛倒来到熟悉的所在。像勇士进行去开启登岛的仪式，3月7日起，大嶝岛开放观光。民众若想要去佚佗，爱提早注文，每一天干150个名额，爱为小金门，伊就是烈水九江码头出发，定是跳岛旅游，专票15块，啊那金门在地人750块。大胆岛主一日房，包含了老编探险团，包含了大胆旅游团，同时也有很多曾经在大胆岛上服役的弟兄们回来担任志工。未少老兵中文古望，回想家己的军旅生活。我的碉堡就是最上面最高的，那个就是我睡碉堡，等于是我睡觉的地方就是随时我作战的地方。大胆打大胆，渡过人不过的口号标语，伫遮四界拢看会到。即卖已经为军事战略要地转型为观光景点。